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常常听人讲气死嫌无伤，意思就是叫人唔通生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验五验第7条。验就是检查的意思。咱生活中常常听到人讲验血，意思就是检测血反应。啊，验血就是检查血物。另外验伤的意思就是检验创伤。啊，验单是税关或者是检查所检验证明。坐火车加车票，检查车票，古早讲是验单。另外，这个验嘛有复合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讲结果甲之前讲的同款，咱讲应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灵验，会当讲是应验，代表真灵啥真啥。第二个词，咱讲是气死验无伤。字面的意思是讲气死，若是验伤，会验无伤魂，意思就是可劝人唔通生气，安尼才袂伤身体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人咧讲心思无定，抽签算命，就算你认为这间庙抽签无灵验嘛无要紧，心肝若是虔诚，万事拢会成，唔通生气。啊，若无就气死验无伤，颠倒伤身体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验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